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为了推广媒体禁用观念，高雄市有线电视业者深入社区，与民众面对面互动，邀请专业讲师指导手机影片拍摄外，也欢迎民众将自己拍摄的影片申请在公用频道播出。拿出手机，先拍张美美的自拍照，再来跟上课伙伴也合拍一张。这是推广高雄市公用频道的手机拍摄剪辑课程。在老师轻松易懂的教学方式下，大家展现满满的学习热忱。接触了这3场，今天已经最后一场，我发现他们的动能或者学习的那个情绪氛围，其实比我想象中还强。另外，他们产出比较重要嘛，3小时要叫他们剪出人生的第一部的手机影片，其实90%以上都是第一部，我觉得非常难。那他们能有这样的产出，我觉得其实还蛮惊讶的。我觉得很棒，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刚开始在选照片放进去到影片的这个步骤，其实它的包括它的比例啊，跟包括它整个在拍照的光线讲得很清楚。对，这个课程非常有趣，而且非常实用，因为我们现在生活都离不开手机了。对，所以我想要说来这边学会手机如何拍照剪辑。学习用手机如何拍影片后，只要符合公益性、艺文性、社教性的节目内容，就能透过申请后，免费在高雄公用频道播出，让上电视再也不是一句口号而已。今天就借由这堂课，然后除了宣导我们公用频道的一些申请内容跟办法之外呢，也可以借由这堂课来熟悉一下这个手机拍摄的技巧。然后拍摄完成的内容呢，就可以向在地的系统台来申请这个公用频道来播出。那只要它的内容呢具有艺文性、公益性都可以来申请，不论个人、团体或者是学校机关，只要符合这个公益性的部分，并且它的内容是一个合法的来源的部分，都可以来申请。在人手一机的现代社会中，不但接触媒体的机会越来越多，而且只要愿意学习，大家都能成为自媒体。而透过公用频道，就可以将自己拍摄的影片和更多人分享，也鼓励大家踊跃申请使用。记者周福庆、蔡怡文高雄报道。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护理系加冠典礼，共有317位男女学生参加。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位学生蔡明化已经40岁，还回到学校进修。他希望能在50岁之前实现成为护理师的梦想。中华医事科技大学今年接受加冠的学生总共有317人，其中女性护生267位，男护生50人。当学生完成加冠后，就能开始安排到医院临床实习，实际参与病人照护实务。今年的典礼由学生代表陈建颖、吴代荣带领全体加冠生宣读护理誓词。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物。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物。慎守病人及家务之秘密。今天我们中华医大有316位勇士们已经培养完成，要上战场。那今天可以说替他们壮行，那他们要代表人类跟病毒作战，跟疾病作战。那其实我们也非常感动世界现在这么疫情那么严重，那人们没有气馁，还前仆后继那所有这个行业，护理这个行业，这么多人不畏艰辛再来研读，然后研读完上战场，我相信以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病毒。在加冠生中，有一位目前就读进修部护理系大2的蔡敏化，他就是学士后重返校园就读护理系。今年40岁的他表示，会回到校园进修，有大部分的原因其实都是为了家人。因为护理师相对来讲是一个帮助病人的最基本的一个，也是最直接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说，我从护理系这一方面可以学的一些比较临床技术层面，那未来可能家人会陆陆续续老化，会经历过生老病死这一块的地方，那在这一块当中可以有更
更加比过去10年来可以更加帮助他们的地方。这是我自己未来对自己一个期许，这样子。校长曾信超表示，护理系是华医创校的基石，53年来为医疗界培育无数的护理人才，毕业校友深受业界肯定。尤其近年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看到有那么多的年轻学子坚持走护理师这条路，为社会大众健康守护，令人感动。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爱河莲池潭自行车道参加体育署举办的启亮台湾票选最赞亮点自行车路线活动，荣获最赞人气奖。这不只是对辛苦的公务团队肯定，也是高雄市环保无污染的交通规划一大鼓励。为期1个月的网络票选，并且吸引超过200万笔的投票数，由体育署所办理的启亮台湾最赞亮点自行车路线活动，在日前的世界自行车日揭晓。经过票选后，全台最受欢迎的15条自行车道，其中最赞人气奖由高雄市爱河莲池潭自行车道夺得这项殊荣。莲池潭自行车道，我想第一个它从翠华路桥下来就是我们的国家级重要湿地这也是在全国唯一在市区里面有一个国家级的重要湿地。那整个环潭莲池潭是我们宗庙那个寺庙最多的左营市寺庙最多一个地方。那所以环潭起来，你看一下，我们从这个看到五里亭，它也是 CNN 票选最佳的一个景点所以它环潭起来，这个是真的很漂亮。公务局养护工程处进一步说明，高雄市所规划的自行车路线闻名国际，而且获得美国 CNN 入选为亚洲5大适合骑乘单车的城市。高雄市政府除了具体实践节能减碳政策，鼓励民众多多利用健康、环保、无污染的交通工具。这次获得网友的大力支持，对于爱河到莲池潭的自行车路线施工团队也是莫大的鼓励。这个莲池潭虽然是属于观光局的产业，但是我们市府各局处也一起合作，把整个环潭的一个自行车道把它做一个改善。那从莲池潭它可以串接到我们的翠华之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左营的一个园道，它是连接到我们的爱河之心，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自行车道，也是我们的环岛1号线。也欢迎各位这个市民朋友，还有爱好自行车的，一起来高雄来体验。市府公务局依照区域特性，不再仅限于都会型的通勤，来规划自行车路线，让市民朋友们在骑乘时，山河海港等景观以及乡间社区型的路线，让民众一次拥有外，也让环保观念深植市民心中，一起来齐亮永续的绿色生活环境。记者李佳龙采访报道。第6届台南杰出艺术家巡回展，沈文样、廖庆章、苏小梦双个展，在台南文化中心展出将近150件传统水墨描画以及精工艺术品，而且将现场布置成传统古庙的模样，充满沈文样艺术氛围。2021台南杰出艺术家巡回展首场展览，文化局邀请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廖庆章、精工界国家工艺师苏小梦，以双个展的形式展出2位大师将近150件的作品，从传统水墨描画到精工艺术品，展出的每一件都是大师级的创作，非常精彩。在整场布置方面，更是以庙宇形式作为设计发想，相当特别。台南市杰出艺术家巡回展特别邀请了廖庆章老师跟苏小梦老师2个共同来联展。那展出的主题是神纹样。那什么是神纹样？其实我们常在庙宇当中，不管是门神或是庙宇的这种所谓的梁柱，其实都会看到很多彩绘里面的一些所谓的元素。那这些元素有时候是在梁柱上，有的时候是在彩绘上，有时候是在门神的衣服上，或是这些神明的刺绣的衣服上面。而这些神纹样其实过去我们比较少注意到，但是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传统元素。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策展人龚卓君老师特别选择了这个神纹样为主题。那廖庆章老师是我们无形文化资产的彩绘大师，是技术保存者，所以他收集了非常多的神纹样，那作为这一次创作的主题。那另外就是苏小梦老师是精工的艺术家，所以也透过这些神纹样的
这些素材，那用编织的方式把它加以呈现。所以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非常传统典雅的这个神纹样，也可以看到它融入于当代生活当中艺术的一种呈现方式。透过艺术家廖庆章、舒小梦的精彩创作，搭配建筑艺术家陈宣成设计的展览场域，串联起传统与当代的图文，让观众一走进展场，就像是进入神秘的神文世界。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高雄前金区荣副里长严炳豪和哥哥把住宅老家改成文物馆，收藏台湾各地的物品。其中有一件寺庙的古钟，竟然是从100年历史的台中市一善堂流出。里长兄弟得知后，决定将古物赠回，成就了一段地方佳话。小心翼翼地将文物搬下车，这是荣副里长兄弟无意间收藏到的100年古钟。在因缘际会下得知，这是由台中这间100年斋堂所流出。经过斋堂主持确认之后，这两兄弟决定亲自跑一趟，将这100年古钟物归原主。台中的一善堂做修复计划，然后刚好是我跟他碰巧说，好像我有收藏到一善堂类似的古钟，不知道是不是这一间斋堂的古钟。然后后来他有特地从台中下来看完之后，确定是那个在一善堂挂在那个斋堂里面100年的古钟。然后他之前有跑了好几趟啦，然后后来我们是觉得说，还是把它回到它原本的地方，把它捐赠回台中的一善堂。由于斋堂已具100年历史，也被台中市列为古迹并重建中，古钟适时回归更具代表意义。年老的斋堂主持在得知古钟回家时，更是激动不已，仿佛重新寻获家人一般，频频向里长兄弟道谢。我真心甲你感谢，没啦，我讲，你安尼，感谢哦，这大的迄落安尼价值的物件，安尼你安尼当甲因捐献去。对啦，这嘛是政府做这批人嘛。斋堂已经是算没落了啦，可是它毕竟还是算当地的一个文化，也是算一个历史背景、历史古迹。然后我们的希望就是说，钟回到它原来的地方，也希望它一善堂能赶快修复回来，然后古迹能有100年的历史再继续维持。不仅是如此，古钟回归也代表着地方盛事。斋堂不仅用古礼丧仪，台中与高雄的在地里长也都一同出席，祈愿钟声再响，众生平安，一同见证这段地方佳话。来见证这件代志，是足有意义的啦。所以在此感谢大家，大家有这个心，今仔有这个物件足宝贵的，来归还一善堂。我来做这个历史见证，以后后代子孙孙。而斋堂也回赠礼扇，标题善心义举，感谢里长们的暖心之情，让里长兄弟深切感受到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真正含义，也会将家中的文物好好收藏，期待每一物每一件都有重新发光发热的一天。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台南市为了宣传运动比赛，也为选手加油，教育局特别甄选符合在地文化特色的运动吉祥物，最后决选的3件作品开放给民众进行网络票选，欢迎大家踊跃投票，还有机会抽到好礼。不管是台南具有代表性的黑面琵鹭，或是由安平剑师所发想的火神狮，以及台南市鸟水蛭以阿南命名，这3件作品都有机会成为台南市运动的吉祥物，也是台南市教育局从48件甄选作品决选，最后阶段将开放民众网络投票，票选出最高票作品来担任运动代言人。台南市在黑面琵鹭来讲，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候鸟的一个象征啊，所以我们特别有在我们的专家学者在评选中，第1支是我们的黑皮小雉。那第2支的部分是象征着我们安平剑师的精神的我们的火神狮，那这个也是展现出我们在地的特色跟元素大家可以看他穿的衣服跟他所要展现的特性有火焰的一个特质那第3个是我们的市鸟，大家都知道我们市鸟是水蛭，所以我们也有用水蛭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来设计这样子的吉祥物。
台南市教育局表示，为了避免有灌票不公平，每一个人限制只投一票，从5月10号开始到6月10号晚上12点截止。而且为了鼓励更多人来参加，每一个参与投票民众都有机会抽精美小礼物。至于被选中的吉祥物，前3名设计师分别有5万、1万和5000元奖励。来，1、2、3，选我，选我！记者顾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日式经典小吃章鱼小丸子竟然也可以做成全素的，不仅无蛋无奶，而且香酥美味的程度让粉丝遍布各地。很多人还专程到高雄，就是要品尝这款素食界的经典美味。能够做成全素的章鱼小丸子也太神奇了吧！听说啊，它在高雄的素食界可是赫赫有名哦。今天我们就要来瞧瞧它神奇的制作过程吧。当初因为我本身就吃素很久，我吃素应该有20几年了。那我自己当时原本是想要构想做一个素食，可是我一直找各种，比如说什么可乐饼啊或什么的方向去做，可是我发现到这些东西好像对于我们平常生活中其实是很容易取得的。那我后来想一想，发现章鱼烧素食真的是很少人可以吃得到。然后也想要满足自己的那个口腹之欲，那再来就是说家里的人也有吃全素，所以我希望把它做成全素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在路上就可以吃得到一个简单的日式的素食小吃。想要满足家人与自己的心愿，创造出完全素食的章鱼小丸子，想法是很美好，但是口感上会不会很没味道啊？赶快来听听顾客怎么说。我吃起来口感，它外表比较酥香。那内馅的话，它比较柔软。那我最喜欢的口味就是它现在有研发一组新的，就是麻辣口味。麻辣的它非常的入味。印象很深，我觉得是原味。对，因为它原味的那个美乃滋，它是用豆浆。因为原先吃的时候不晓得说它是用豆浆做，就是觉得那个味道很特别吃起来也很清爽。然后吃了几次之后，问老板娘，老板娘才告知我们说，原来它的美乃滋是用豆浆去制作而成的，所以吃起来就是很爽口，很清爽。有别于一般的章鱼小丸子，所有的食材都摒除掉鸡蛋跟牛奶，真的是很不容易。一口咬下香酥的外皮，满满的蔬菜甜味超浓郁，不愧是拥有超多粉丝的厉害小丸子啦。它本身是无蛋无奶的制成的方式，所以相对我们的面糊的制作过程，它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面糊我大概有研究了将近6个月以上的时间，然后它里面的调配比例来说，就是有用了很多种，比如说低筋啊、中筋这样的调配方式，然后包括我自己去制作的一些应该算是蔬菜的整个结合出来的一个高汤的香味。那杏鲍菇的部分呢，我们是有另外再去调配过、炒制过的。那它整个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其实是蛮费时的。那加上我整个制作完成之后，上面会有美乃滋跟酱油。那我们的酱油也是另外在调配过的那个甜酱油，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客人他在吃的时候，他不会感受到说，它是一个很素、完全没有味道的，而是说这个光是面糊的部分，你单吃你都可以吃得到它的香气。那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的食材去做这个东西，从面粉到沾酱，每一个步骤都花了老板很大的心血，才能创造出这么酥香可口的素食小丸子。小小的一颗，包裹着蔬菜最浓郁的美味，喜欢尝鲜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哦。记者周福庆、蔡怡文高雄报道。佳琪高中1年1度舞蹈班学生实习创作舞展，今年以逆转为主题，推出11首不同风格的创作，相当精彩。而且整个舞展全部都由学生一手包办，透过镜头一起来欣赏。佳
佳琪高中舞蹈班已经设立31年，这5年来由高年级学姐带领学妹都有规划实习创作舞展。今年他们以 Reversal 作为创作主题，整个呈现在师生眼前，从企划、编排、服装到音乐、灯光等幕前幕后都有学生一手包办。学校就是要训练适性扬才、多元展能，像高3学生简信瑜就立志成为编舞家。我们的灵感跟想法丢出来之后，我们先有一个形状出来，然后老师会在旁边再帮我们修整，然后给我们很多意见，然后我们再从那些意见里面统整出我们最想要的方式。我想要成为一位编舞家，因为这次我也有参与一首舞码的创作，对，然后我的作品是跟贴标签有关，是标签现象，对，我是以这个概念，然后来去把它形象化，然后变得更具体。今天演出清一色都是女学生编排出11首完全不同风格的创作，其中校长陈韵如最骄傲就是学生在舞蹈作品也融入人文关怀，用电影无声议题来关心身心障碍族群，提供反省思考。当然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不断突破的成果。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对学生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因为高中3年毕竟还是一个青春的时候，那很多的这个经验没有那么的丰富，包括说要自己编舞、自己印制海报、自己来协调灯光音响、自己来处理相关的这个部分。我相信这个对于学生在未来有机会出社会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好的养分。那一个舞蹈班的成立真的是很不简单，因为其实学生他们愿意付出在舞蹈上面，他们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时间。那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他们愿意吃苦，然后愿意花时间，然后只为了就是说把最美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也是他年轻时期的一个很好的历练。舞蹈班校内首演，除了引起师生的热烈共鸣，之后还会规划对外演出，希望社会大众给这群努力的学生最热烈掌声。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奇美医学中心急诊观察室从2012年成立全人医疗科照护模式，让病人在急诊等待住院期间就可以安排相关的检查和治疗，甚至还推出钟点照服员以及就近送餐服务。奇美医学中心急诊观察病床总共有76床，每个月平均就医人数将近1万人。去年配合防疫，对陪探病的家属出入管控和病人家属照顾需求，于今年初推出钟点照服员与就近送餐的服务，提供病人家属短暂的照护喘息时间。因为我们为了要让病人做更好的医疗照护品质，所以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推动了全人的照护，如同像病房一样的照护品质。那再来的话，第二个呢，是因为病人的照顾需求，因为病人的照顾需求，他必须要一直需要有人在旁边看顾他们，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发想。钟点照服员服务呢，是因为它要符合病人跟家属的需求，提供他们短时间的照服需求，是短时工时，让他们有一个弹性工时的时间，让家属也有一个喘息的空间。那在就近送餐服务方面的话呢，因为急诊室的话，家属之前都是需要到外面去购餐的。那如果我们推行的这个就近送餐服务，让家属在床边，也就在急诊室里面，就可以获得到由营养科所把关的一些餐点，其实营养价值也是相对性的提升跟提高的。受到人口老化与少子化影响，医院这项钟点照服员的服务确实得到病人家属高度的需求。加上营养科就近送餐的服务，也能减少家属外出购餐的不便。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